係劉文社工 SPU 第6輯。咁今日而家咧就係研究下啦。嗱，每一個嚟嘅綜援人士咧，大約機構喺2年裏邊咧就可以收到5000蚊一個人，除翻2年啊，每一個禮拜即係每禮拜做一次啊嘛，做1個鐘頭啊嘛，大約就92個6，即係話咧嗰1小時無償工作就機構咧就收92個6，咁即係話咧嗰個無償工作嗰個人工就係92個6啦，就你做嘢機構就收錢咁解啦嚇，咁即係總言之92個6啦。咁機構咩做啫？係咪啊？要安排地方啦，聯絡場主啦，咁啊可以看住佢做嘢啦，或者觀察下佢啦，同佢傾下偈都得嘅。理唔理佢就咁劈低佢喺場主嗰度，等佢自生自滅都得噶嘛。因為我記得我哋啲青年展示去機構實習，我都唔知俾咩佢做。大佬咁多文件好多嘢，根本唔適合佢做。碎紙咯，俾佢做碎紙咯，俾佢釘下文件咯，釘書機咯。連呢啲都唔識㗎佢哋，咁啊掃下地咯，洗下廁所咯，抹下牆咯，咁啊即係總言之係咁樣啦嚇，咁啊真係冇咩搞喎。咁對於嗰個實錢都使咗啦嚇，我當夠俾個100蚊你俾埋貼士，係咪92個6？咁罰佢用100蚊嚟買佢一個鐘頭嘅時間咁對於佢嚟講有咩幫助咧？有咩得着咧？係咪1個鐘頭俾佢喺度頓啊反思下，究竟佢過往嘅人生係點咧？或者將來係點咧？點樣自處咧？佢會唔會咁做咧？唔會啊！戇居居搣下手皮啊！個腦係空虛嘅喎，其實係可以咁唔知佢做乜嘅喎。咁完全對於一個綜援人士1個鐘頭係毫無益處嘅喎，即係我都諗唔到，除咗係總言之你攞錢就罰你1個鐘1個禮拜，咁就係咁樣啦。咁咪變咗一份低薪量準福利高。